香港灣仔站 A 出口。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歐建華 L， 今日同大家嚟睇一個位於灣仔嘅優質嘅寫字樓秀華商業大廈，前臨告士打道香港國際調解院。國際調解，公平公正，雙港鐵站數分鐘可到達。謝斐道211至213號，入口大堂整潔光猛，樓層走廊寬闊整齊，高層單位全層面積約1059尺，適合會展服務、公關、法律諮詢、貿易及國際客群之行業。獨立冷氣24小時運作，自用或投資首選。高層多窗開陽光猛。